这卡罗风台已经离开台湾，不过西南风引进的水汽，中南部要继续注意这大水害问题。气象局也针对着南部地区发布大雨特报，其他所在是高温烧热、恢复热天的天气。气象局也要提醒讲，这桃园以北一个东部地区，今仔日高温有机会冲到38度，也要提醒民众出门就要注意这防排措施，才较袂着线。卡罗风台离开了后，这礼拜天气佮恢复热冷的热天气候形态。不过气象局表示，受到西南风影响，水汽增加，中南部地区就要注意会落地涨雨，北部山区过道无可能会落雷公雨。南部地区的时候，还是可能断断续续有些短暂阵雨。气象局也持续针对南部地区发布大雨特报。水汽最多的时间，我们预计会是在礼拜4、礼拜5的这一段时间，全台都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，尤其是西半部可能都会有局部性大雨发生。气象局表示，这礼拜天气无啥稳定，西南风会一直影响到拜六，才豆豆减少，雨水才会较少淡薄。另外，北部、东半部高温烧热会感觉较翕，提醒民众就要加补充水分，细日唔通拍着沙。北部跟东半部因为是西南风的背风面，所以今天高温还是比较高。我们持续针对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地区发布高温资讯，尤其是在双北以及花莲、台东，有可能会有局部38度的高温出现。气象局嘛提醒，目前伫西北太平洋海面，阁有一个新的热带性低气压，按算拜之就会继续风台。不过目前离台湾要真远。如果伊的路线会往日本东边去，目前看起来对台湾应该袂造成影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世界动